大家好，我係物理治療師連明慧姑娘。喺我哋日常生活同埋工作，我哋都會做一啲重複性動作啦，同埋長時間嘅負重姿勢㗎。呢一啲就係導致肌肉同埋筋骨勞損嘅主要原因。唔少病人都會覺得患上呢一啲勞損性嘅痛症呢係好令人困擾㗎，因為呢一啲勞損性慢性嘅發炎呢係需要比較長嘅時間康復。而且，當我哋翻去工作崗位，做翻嗰啲重複性動作同埋長時間嘅負重姿勢呢，呢啲痛症又會翻發啦，患處又會再次紅、腫、熱、痛，影響咗關節嘅活動幅度，嚴重咁影響我哋日常生活同埋工作嘅。例如，重複性提舉重物、長時間使用電腦同埋滑鼠所引起嘅網球肘同埋高爾夫球肘。長時間站立走路引起嘅腳底筋膜炎，重複性舉手嘅動作引起嘅肩袖發炎等等，呢啲都係由於患處長期慢性發炎造成嘅軟組織勞損。為咗更有效治療軟組織嘅勞損，物理治療診所引進咗一部先進嘅儀器——體外聚焦式衝擊波治療。衝擊波嘅特點係高能量、聚焦式同埋非入侵性。衝擊波係一種高能量嘅聲波，能夠局部破壞患處長期發炎嘅軟組織，刺激血管嘅生長同埋血液循環，增強細胞嘅自我復修功能。高能量嘅衝擊波治療可以大量咁刺激痛覺神經受體，達到即時止痛，對筋腱炎啦、筋膜炎啦同埋啲慢性嘅痛症呢都有顯著嘅治療效果。臨床經驗亦都證實，衝擊波治療能夠縮短康復嘅療程。衝擊波其中一個特點係高能量，佢所發出嘅壓力比一般治療用嘅超聲波大1000倍。衝擊波係由電力喺極短嘅時間裏面產生大振幅嘅聲波，身體受到高能量嘅壓力刺激，會增加局部嘅新陳代謝，修補受損嘅組織。而且我哋可以透過呢啲唔同嘅晶體，準確咁樣調節衝擊波嘅聚焦深度。例如手腕，我哋會選擇5個 mm； 腰背，我哋可以選擇25又或者30 mm。而家就等我哋睇下衝擊波嘅療程啊！我哋可以使用唔同嘅晶體調節衝擊波嘅深度，就能夠更加準確咁將能量聚焦，直接打入痛點，治療深淺唔同嘅組織。衝擊波適用於慢性嘅創傷、慢性嘅筋腱發炎以及職業性勞損。適應症包括網球肘、高爾夫球肘、足底筋膜炎、彈弓手、肩周炎等等，更加能夠針對肌肉嘅激發點，治療圍繞肩頸、上肢、腰背、髖關節、膝關節及足火關節等等嘅肌肉勞損性痛症。衝擊波治療過程裏面，患處會感覺到強烈嘅酸軟、疼痛，又或者有啲反射嘅疼痛。物理治療師會因應患者嘅反應嚟調節衝擊波嘅強度。每次衝擊波治療大概需要15至20分鐘啦。喺一般情況之下呢，接受4至8次衝擊波治療之後，都可以達到顯著嘅治療效果嘅。當然，衝擊波治療只係物理治療師所採用嘅其中一種治療。要得到最理想嘅治療效果，我哋仲會配合其他嘅治療㗎，例如係手法治療啦、干擾電波治療啦、牽引治療啦、熱敷、冷敷、運動治療等等。如果大家對衝擊波治療有進一步嘅查詢，歡迎嚟到我哋嘅銅鑼灣診所，又或者致電以下呢個電話查詢。